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Lisa的听歌学台语，我是 Lisa。今日咱要来看的歌曲呢是江蕙的《阿公的眠床卡》。娃娃 TV， 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意的歌曲。歌词是咧讲阿公对另外一半的思念。我一开始拄仔听到这首歌的时阵，就足喜意的。我大概听拢会感觉足感动的，头壳内底咧嘛拢会浮足侪画面。尤其是阮阿嬷旧年5月较当过身去，而且我细汉的时阵嘛，甲阮阿公的感情特别啊好。虽然伊已经过身足侪冬啊啦，但是我想这应该就是思念的感觉。好，安尼咱来看歌词。阿公的眠床卡，唱着一支老吉他。三不五时夜来弹，唱着日本时代的歌。阿公的眠床卡，放着一双旧衬拖。三不五时穿来行，行到门口听时势开讲。人生行到这坎站，嘛已经80冬。月头忘记少年代的梦，想着迄个人，共顶眠床做伴。一种思念的心情，思念的孤单。阿公的眠床卡，藏着一台老篷车。三不五时放出声，叫声思念伊声影。阿公的眠床卡，放着一领破雨满。三不五时起来看，面顶写着阿嬷的名。阿公的眠床卡，藏着心内上深的牵挂。好，这是全部的歌词，咱即摆一句一句来看。阿公的眠床卡，唱着一支老吉他。三不五时夜来弹，唱着日本时代的歌。眠床的，就是咱下暗要困的时阵咧倒的迄个叫做眠床。眠床卡咧，就是眠床的下骹，迄就叫做眠床卡。吉他咧，就是这啦。歹势记唔着啦，这乌克丽丽啦，吉他咧是一支啦。好，吉他这个字咧，其实就是日文的吉他啦。这是日文来的外来语，日文应该嘛是为英文来的啦。三不五时咧，就是无定定发生，无定定去做，有时阵的意思啦。亲像我三不五时就会去日本佚佗，我无逐工去嘛，我是三不五时才会去一摆。佮亲像阮朋友三不五时就会来阮兜食饭，我真正有即种朋友三不五时就会来阮兜食饭。毋过伊无固定逐工来，所以是三不五时才会来。好，举咧就是甲物件摕起来，基本上有摕即个动作的，拢会当讲是举，亲像举笔。抑佮有咧食饭要干杯的时阵呢，有人就会讲，咱甲酒杯啊举起来，干杯。抑佮有另外亲像咧搬物件的时阵，嘛会当用举，亲像举刀啊、举椅啊、举雅士，这拢会当用举哦。除了摕物件是搬物件，这个动作会当用举以外，亲像举手、举头，这个动作嘛拢会当用举哦。好，安尼阿公的眠床卡，唱着一支老吉他。三不五时夜来弹，唱着日本时代的歌。这句歌词就是咧讲咧，阿公伊的眠床下骹咧有唱着一支老吉他，应该是伊少年时阵的啦。伊即摆三不五时咧，就会摕出来弹，一边弹一边唱着日本时代的歌。咱即摆台湾老一辈的人呢，伊就是出世伫咧日本时代，足侪人拢受日本教育，讲日本话，听日本歌。亲像阮外公，伊就是受日本教育的，伊拢听演歌。我细汉的时阵呢，嘛拢对伊听演歌。阿公的眠床卡，放着一双旧衬拖，三不五时穿来行，行到门口听时势开讲。放就是将物件放落来，即个动作，亲像我脚拄仔举笔嘛，我即摆就甲放落来，这就是放。安尼是举，安尼是放。抑佮有我的册放伫遮，这嘛是放。好，时势咧，就是老一辈人的囡仔、孙仔，这拢是时势，就是辈分无共款，辈分拢比你较细的人的，都是你的时势。亲像我就是阮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、阿姐阿姨因的时势。若是亲像迄种年纪比你大真侪迄种表兄表姐，也是你的阿兄阿姐，你就毋是因的时势哦，你拢是同辈的。好，开讲的就是咧甲人讲话啦。一般拢是无聊啊，是咧食饭的时阵，或者就是无咧无闲的时阵，才会甲人开讲。亲像公园有足侪老伙仔，逐工食饱盈盈伫遐开讲。你若是要约人食饭开讲的话咧，你就会当讲，咱来去食饭开讲。好，阿公的眠床骹放着一双旧
牵拖，三不五时穿来行，行到门口听时势开讲。即句歌词咧，就是咧讲阿公的面床骹，佮有放着一箱旧牵拖。表示即箱牵拖咧，伊嘛是有历史的，伊陪阿公行过伊的人生，嘛表示阿公咧是一个足小情的人。伊三不五时收到咧，就穿来行来行去，行到门口咧去听伊的时势来开讲。谁怎无要甲因做阵开讲，敢若是听因开讲咧？我想阿公应该嘛是想要甲时势开讲啦，毋过伊就听无因咧讲啥。即摆少年囡仔拢讲啊，无你当我塑胶哦，啊无你是咧哈喽的，老伙仔哪会听有啦？所以只好点点的踮伫边仔听因开讲。所以厝内底若是有老伙仔的人咧，请多多甲因开讲一下啦，莫互因遐无聊啦，干来当听时势开讲。啊，人生行到即坎钟嘛，已经80冬，月头忘记少年代的梦。坎钟咧，就是天都地步阶段的意思。伫歌词内底写的是人生行到即坎钟嘛，已经80冬，意思咧就是讲伊的人生已经行到80年即个阶段。另外，坎钟即个字咧，嘛是有用伫咧一寡较无好的情形内底啦。亲像你有朋友开一间店，一开始生意可能袂歹，毋过了后愈来愈歹，伊开始找你借钱。毋过即个空愈来愈大，你嘛无法度的时阵，你就会当甲伊讲，代志已经到即个坎钟嘛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好，啊月头咧，就是你甲你的头挖过去，迄就是月头。你若是咧受气，你就会到月头就走。啊，其实即个月头咧，嘛是会当讲是时间性的等一下。亲像你即摆买一个物件，毋过你即摆无想要客，你就会当讲这物件我月头才来还。啊是你要等一下才来买，你嘛会当讲我月头才来买，就是甲我等一下才来买的意思共款啦。啊，歌词内底写的月头忘记少年代的梦，意思应该是想要讲伊回顾伊的人生，伊受着伊少年时代的梦想。老伙仔嘛，人若老的时阵就足无聊的嘛，活到70、80岁的时阵，伊就会开始想足侪过去的代志。亲像阮外妈，阮若回去的时阵啊，伊就会讲，哦，我过去的时阵安怎安怎啊，我甲你阿公以前安怎安怎啊，拢是过去的代志。想着迄个人共顶面床做伴。一种思念的心情，思念的孤单。迄个人咧，应该就是咧讲阿嬷啦。阿公想着伊当初咧困的时阵咧，边仔阁有阿嬷咧陪伴。毋过即摆伊身躯边咧，阿嬷已经无伫啊。伊敢若会当孤孤单单的思念着阿嬷。阿公的面床骹藏着一台老篷车，三不五时放出声，叫声思念伊生影。篷车咧，就是咧做裁缝的时阵咧用的一种机械，就是边仔才有链啊，下口迄卡带的迄种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阮兜嘛有一台，阮阿嬷拢会用迄来做衫。好，啊，即句歌词咧是咧讲阿公伊的面床骹，还阁有藏着一台老篷车。即个老篷车咧，应该是阿嬷的物件啦。伫阮阿公阿嬷迄个时代，足侪人厝里应该拢有即种篷车。我细汉伫厝里的时阵，拢介意爬去伫阮阿嬷的篷车遐佚佗。我拢会甲迄链仔安尼转来转去，我感觉足趣味的。即摆的囡仔应该是较少会当看到即种篷车。好，啊，阿公伊三不五时思念阿嬷的时阵呢，伊就会去捧迄台篷车，因为以前呢，伊拢听阿嬷用迄台篷车，所以即摆迄台篷车捧出来迄个声呢，伊就会感觉足熟悉的。迄个声呢，就会互伊想起阿嬷，就亲像阿嬷搁伫咧，搁咧用迄台篷车咧做衫共款。阿公的面床骹放着一领破号码，三不五时摕来看，面顶写着阿嬷的名。号码咧，就是一领咧落雨的时阵穿伫所有衫外口来帮助你莫互雨淋着的衫。无共所在的人有无共的讲法，有人就会讲雨衣，嘛有人会讲雨衫。我阿公阿嬷自细汉拢是甲我讲号码，所以我嘛是讲号码啦。好，啊，即句歌词咧是咧讲阿公的面床骹，还阁有放着一领破号码。伊三不五时咧，就会摕来看看的，因为迄个顶悬咧有写着阿嬷的名。即位阿公咧，伊就是借着看着阿嬷的物件来思念阿嬷。最后一句，阿公的面床骹藏着心内上深的牵挂。即句的意思咧，就是讲阿公的面床骹放的咧，拢是伊对阿嬷满满的思念。好，安尼即首歌的意思，大家拢有了解啊吼。安尼咱即摆就来复习一下顶悬一寡字。眠床，眠床咧，就是咱下暗咧困的时阵倒的迄个。若是你的囡仔下暗要困之前，爱你讲故事互听，你嘛会当对伊讲，你先去眠床顶等我，
这句话换另外一个状况，嘛是会当对你的另外一半讲哦。眠床卡，眠床卡咧，就是眠床的下骹。我的西卡藏伫眠床卡，我无西卡，我无西卡。吉他，吉他就是这啦，我会晓弹吉他。三不五时，三不五时就是无定定发生，无定定去做。有时阵，阮朋友三不五时就会来阮兜食饭。野，野就是将物件摕起来即个动作，也是搬物件即个动作。你去帮我举一箱仔饮料好无？放，放就是将物件放落来即个动作，也是将物件放伫别位。我的钱拢放伫银行。是世，是世就是老一辈人的囡仔、孙仔。咱做人的是世，定爱知影友好咱的是大人。开讲，开讲就是无聊的时阵咧，甲人讲话拉低赛。公园有做者老伙仔，逐工食饱盈盈伫遐开讲。空站，空站咧就是程度地步阶段的意思。代志已经到即个空站啊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挖头，挖头咧就是交头挖过去的一个动作，一直受气，挖头就行出去啊。篷车，篷车咧就是咧做裁缝咧用的一种机械。阮阿嬷拢用篷车咧做衫。雨抹，雨抹就是一领咧落雨的时阵，穿伫所有衫外口咧帮助你莫互雨淋着的一领衫。等一个落雨，你出去爱会记咧炸雨抹。好，安尼以上就是江辉的阿公的眠床卡。大家听了了后，敢有感觉阿公的眠床卡实在是有够厉害的啦，会当创遐尼侪物件。唔知影大家的眠床卡拢有创啥物物件咧？拢欢迎留话甲我分享一下哦。啊，大家若是有啥物想要学的台语歌咧，嘛拢会当甲我讲。啊，若是有啥物想要了解，还是想要听解说的台语歌，嘛拢会使甲我讲哦。上重要是大家帮我甲影片分享一下，互更较侪人会当了解这首歌的意思，互大家做伙来学台语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，恁若是有介意，莫袂记去帮我试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还袂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莫袂记去帮我试一下赞，然后还会记咧拍开边仔迄粒小铃铛，安尼才会当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你上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，嘛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